10月25號萬聖節，呢日是僵屍派對簽名會，人山人海，人頭湧湧。瓜佬，好多僵屍熊貓擺晒出嚟，仲要個個唔同款式。仲有啲是改裝款式，嗱，識得噴煙㗎，加埋聲控，關閉燈光。哇！新點樣通知住咧？係實際浸咗。見到創作人喺度忙緊簽名，我抽到嘅公仔係食夢。再會。